耶穌坐船返到自己嘅城鎮，有人用床將一個毯子抬到耶穌嘅面前。耶穌見佢哋有咁樣嘅信心，就對毯子講啦：孩子，放心啦，你嘅罪赦免咗啦。在場嘅幾個律法教師聽咗就話啦：呢個人竟敢喺度講狂妄嘅說話。耶穌睇透佢哋嘅心思，就話啦：你哋點解心懷惡意呢？我對毯子話：你嘅罪得到赦免容易啊，抑或係講起身行走容易呢？我咁樣講係要向你哋證明我喺世界上邊有赦罪嘅權力。於是佢就對毯子話：起身，收起你嘅床，翻屋企去啦。嗰個人就企起身翻去屋企啦。哇！大家睇見都好驚奇啊，就讚美上帝，因為佢將咁大嘅權能賜俾人。耶穌離開嗰度，喺路上睇見一個叫做馬太嘅稅官坐喺收稅站嗰度工作。耶穌就召喚佢話：你嚟跟隨我。馬太就企起身追隨咗耶穌。後嚟耶穌同門徒喺一間屋裏邊食飯嘅時候，在座嘅有啲稅官同埋罪人。法利賽派嘅人睇到咗，就質問門徒啦：點解你哋嘅老師同呢一種人混埋喺一齊啊？耶穌聽見咗就講：健康嘅人唔需要醫生，有病嘅人先至要揾醫生。你哋不如翻去細心咀嚼呢一句說話：我喜愛人心存憐憫，唔喜愛形式上嘅祭祀啦。我嚟唔係要叫義人悔改，乃係叫罪人悔改。嗰陣時，約翰嘅門徒嚟請教耶穌：點解我哋同法利賽派嘅門徒都禁食，你嘅門徒就唔禁食呢？耶穌話：新郎同客人喺一齊嘅時候，客人唔通應該愁眉苦面咩？但係時候一到，新郎由佢哋嘅中間被帶走嘅時候，佢哋就要禁食啦。冇人用未縮過水嘅新布去補舊衫，因為新布會將舊衫扯爛，咁爛嘅窿就會更大。亦都冇人將新酒倒入去舊嘅皮酒囊裏邊，因為新酒會使到舊酒囊破裂，酒就會流晒，並且酒囊亦都會爛咗。只有將新酒裝喺新嘅皮酒囊裏邊，咁樣兩者先至能夠得到保存。當耶穌仲係對佢哋講呢啲事嘅時候，有一個會堂嘅管理人走過嚟，跪喺佢嘅面前，對佢話：我嘅女啱啱死咗，請你盡快嘅嚟到按手喺佢身上邊，佢就會活過嚟噶啦。耶穌就起身同佢去啦，門徒就跟隨住。喺途中有一個患咗12年血漏病嘅婦女，佢逼到埋去耶穌嘅後邊，靜靜地咁樣摸佢件衫嘅穗子，因為佢心裏邊咁樣諗啊，只要摸到佢嘅衫，我嘅病就會好噶啦。耶穌轉過頭嚟睇見佢，就對佢講啦：女兒，放心啦，你嘅信心救咗你。呢一個女人嘅病就即刻好返。耶穌嚟到會堂管理人嘅屋企，睇見出殯嘅吹鼓手同埋好多人喺嗰度亂嗌亂叫。耶穌就話啦：走開，呢個女仔仲未死嘅，只係瞓着咗啫。佢哋就嘲笑耶穌啦。耶穌將佢哋全部趕出去之後，就入去拉住女仔嘅手，個女仔就起身啦。呢一個消息一陣間啫就傳遍咗嗰個地方。耶穌離開嗰度，有兩個盲人跟住佢，大聲咁樣喊住講話：大衛嘅子孫啊，可憐我哋啦！耶穌入咗屋，嗰兩個盲人跟佢到嗰一度。耶穌問佢哋話：你哋信唔信我能夠做呢件事呢？佢哋就對耶穌話：信啊，主啊，我哋信啊！於是耶穌就摸佢哋嘅眼，然後話：因為你哋嘅信心，我就成全你哋啦。佢哋嘅眼就即刻開咗。耶穌呢就嚴厲咁樣叮囑佢哋話：千萬注意，唔好俾任何人知道。但係佢哋離開咗之後，竟然喺全境到處去傳揚耶穌嘅名。當佢哋出去嘅時候，
又有人帶住一個被鬼附嘅啞巴嚟見耶穌，耶穌將鬼趕走，嗰個啞巴就開口講嘢，大家都覺得好奇怪，於是就話啦：喺以色列裏邊從來冇出現過咁嘅奇事噶。但係法利賽派嘅人就講啦：佢只不過係靠鬼王嘅能力去到趕鬼啫。耶穌走遍咗城鎮同埋鄉村，喺會堂裏邊教導人，傳揚天國嘅福音，醫好各種嘅疾病。佢睇見嗰啲人就動咗憐憫嘅心，因為佢哋顛沛流離，好似冇牧人照顧嘅羊群一樣。耶穌就對門徒講：要收割嘅莊稼好多，但係做工嘅人實在太少啦。因此，你哋要祈求莊稼嘅主人派更多嘅工人去收割。耶穌坐船返到自